我叫陈之远，刚穿越过来，前女友上岸就将我给斩了。后来我被抽中成为了恋综《心动小岛2026》的幸运嘉宾。刚开始我只想当混子，结果碰到了另一个也只想当混子的女嘉宾江宁。就这样，我们两个匹配成功了。她其实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很可爱。我们从相识到相知，现在我在返回节目组的飞机上。1周没见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想我们了吗？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心动小岛2026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各位嘉宾，请移步凉亭，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。今天的活动将在2点10分开始，是4v4v4的团队战。组队方式很简单，上周获得岛外晚餐机会的3组人，可以按照排名顺序挑选1名队友。被选择的这名队友可以再挑选1名异性队友，由此来组成4人队伍。上周我们的游戏都跟运动相关，今天的游戏会有所不同，具体的玩法规则我们待会儿再公布。陈之远、江宁，你们跟我来一下。为什么单独把他们叫走啊？下午的活动之所以2点10分开始，是因为我们要拍摄一条广告。我们也可以拍啊。陈之远和江宁是短视频广告部指定的人选。是金主爸爸，可是为什么要指定他俩呢？明明我才是艺人啊。我们在导播室附近搭了一个临时的摄影棚，待会儿游戏结束，你们俩直接过去就行。可是我们完全没有拍广告的经验啊，只是很简单的几句台词而已。可是为什么选我和江宁呢？岛上12个嘉宾，就你和江宁最破圈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上午你们离开那家手工店之后，那家店很快就爆满了。指定你们来拍广告，是看中了你们身上的商业价值。商业价值？我们已经这么火了吗？我看就别聊了，直接选吧，反正规则已经很明白了。可以。赵明、芷若，你们是上次的第1名，你们先选。那我选李淑妍。哦，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选一个男嘉宾？对的，你选吧。我选苏勋和。陈泽林、宋慈，轮到你们选了。你选吧。我选周叔。陆华，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愿意的，谢谢。今天下午我们准备了一场和古诗相关的脑力游戏，古诗版的你画我猜，每个人有15秒的画画时间，3个人画完后，最后1个人需要根据画画的内容猜出对应的古诗。今天的最后1名需要接受惩罚。待会儿就看你们的了，我脑子笨，根本就记不住。那么接下来，请各位嘉宾移步游戏区进行抽签，开始游戏。
请江依林上前抽签。我抽中的是1，反正早晚都是要上的，第一手你来猜。可以。那我第二个猜。第一题，计时开始。这样他应该能联想到《白日依山尽》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是登钻雀楼。答对，请更换答题人，开始下一首。第二题。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答案是江雪。没有猜出来这题不积分。画的这么抽象，我怎么猜啊？明明就画得很好啊！连这么简单的都猜不出来，今天的第一名肯定是拿不到了。河上有船，倒计时5、4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这是早发白帝城。答对，记1分。第4题。这画的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只能画这个最关键的信息了。西窗烛，窗户蜡烛画在左边、左西、西边，不是蜡炬成灰泪始干，那应该是有了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画巴山夜雨时，这是夜雨寄北。答对，记1分。后面6题将难度增加。陈之远组最终得分5分，赵明组7分，陈泽林组10分。排名出来组第1，赵明组第2，陈之远组第3。接下来将要宣布今天最后一名要接受的惩罚。今天的惩罚是，从现在开始，王浩宇和江依林、陈之远和江宁，你们相互之间不能进行说话交流，也就是禁言，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结束。在此过程中，每说一句话都会增加1个小时的禁言时间。那我能跟其他嘉宾说话吗？可以。可我们待会儿不是还要拍广告吗？这个不算。好吧。活动结束，嘉宾可以自由活动。怎么这样啊？不能和陈志勇说话，好难受。你们好，我叫丁佳慧，你们可以叫我慧姐。广告的事节目组跟你们说清楚了吗？我们只告诉了他们要拍广告，没有说得很详细。集团旗下有一款叫做闪闪的聊天软件，广告头只有5句，很简单。这是广告合同，报酬是根据你们目前的影响力来定的。陈志远你是25万，江宁你是10万。25万，拍个广告就这么多，怪不得王浩宇那么激动。你们先看看，没什么问题可以签了，然后就可以去更衣室换衣服。这么大的公司不会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，机会难得哦。把合同拍下来，发给你妈妈看看。我妈妈说可以签。签好了就可以去换衣服了。
更衣室只有一间，你们难不成要一起换吗？你先吧。小荣，快过来给她化个淡妆，头发尾部可以稍微卷一点。我换好了。视频部分 OK， 接下来拍一些合照，用作图片广告。呼，拍照应该比拍视频简单吧？听好了，我需要你们在镜头面前尽量的表现出甜蜜的感觉，要让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是热恋期的情侣。待会儿，陈之远，你就平躺在沙发上，江宁，你直接趴在他身上。一上来就这么亲密吗？我们时间有限，直接来吧。陈之远，你躺好，脑袋朝这边。江宁坐在陈之远身上，双手搭在他肩膀上。快点啊，天黑之前我们得回去。完了完了，心跳好快，冷静，冷静。江宁，你和陈之远眼神别闪躲呀，不然拍得不好看。对，看着他，你俩保持对视。陈之远，你双手放在沙发上做什么？直接搂住他的腰。你俩不是互相喜欢吗？怎么脸这么红？注意，开始拍了，眼神交流起来，自然一点。江宁的手可以动一下，右手捧着他的脸。对，眼神暧昧一些，就是要这个感觉。好了，准备下一张。这是在做什么？李淑君是疯了吗？让宁宁跟那头猪拍那种照片？这不是淑君的意思，他们在拍赞助商的广告。那也不行。你有那头猪的联系方式吗？推给我，我找他聊聊。不给，他俩的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不是说上班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别给你打电话吗？我女儿都要被拐跑了，这不是重要的事儿。你就喜欢小题大做。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，我没跟你闹。我就不给。你就不想想，万一女儿真的喜欢上了他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早晚都是要结婚的，况且人家小陈对宁宁挺好的。那也不能嫁给一头猪。我爸当年也是这么说你的。你最后一个动作，陈之远亲一下江宁的脸颊。快点儿，动作生疏，拍出来效果不好。不行，太僵硬了，再来。可以了，这次效果不错。乳猪拱嘴，我非要把他的嘴割下来做成乳猪拱嘴。OK 了，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准备撤了。记得你们的惩罚，到明天中午前不准说话。我们要兑换晚餐。看着都没什么胃口。
都冷战2天了，还是跟思思讲清楚吧。我前男友现在都有几百万粉丝了，我还配不上你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这2天我想了很多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们在一起可能不太合适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要和我分手，应该是我提才对。我们就好聚好散吧。王嘉男，你确定要跟我分手？你知道我前男友是谁吗？他是不是疯了？扯前男友干嘛？跟我有关系吗？他叫陈志远，就是心动小岛里的那个人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怎么证明？我自己好像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。好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但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分手就分手，你别后悔。幸好分了，这人怕不是有妄想症。没想到小岛这么大，走一圈下来累死我了。陈志远，你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这么香。锅里还剩了一点，你要的话可以自己去炒。还能做奶茶？你坐着吧，我去给你装。谢谢。你们知道吗？节目组在小岛的另一边新搭了一个木屋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不大，比我们宿舍还小，中间用木板隔断了。看来节目组又要整活了。你们有人会玩战技吗？要不要一起玩会儿游戏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玩游戏最能了解一个人的脾气了。我会玩。可以啊。行。我很菜。我也是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刚好10个人，可以自己创建房间玩。行吧。我来创建房间，密码2026，随机分组吧。我和陈志远一队。行，那陈志远你去右边。我玩后羿吧。那我选蔡文姬给你辅助。你们别一直死，对面射手都11个头了，怎么玩啊？你们是真的不会啊？我俩真不会，要么你们玩吧，我们就不坑你们了。刚才语气好像有点重，嘘，可不能让他说话，不然惩罚时间又要延长了。那时候心跳好快，脸好烫，只想着快点分开。可现在，为什么还想再来一次呢？快看，陈志远和江年的广告上线了，短视频软件开屏就是。哇！视频制作精良，氛围感十足。好家伙，粉丝已经460多万了。陈狗，你出息了！看见你红了，我比吃了屎还难受啊！求你了，去结扎吧！敢和江宁分手，你就死定了！结扎是什么鬼啊？还有2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？好想跟他说话。陈泽林，你可以跟我出去一下吗？好。岛上这些男嘉宾，我只会选你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今天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？在我眼里，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人，和你相处很愉快。可是，说实话，我对你没有过心动的感觉。打住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没必要说掩饰的话。我今天找你聊清楚，也是因为我接到了公司电话，需要我回去处理。谢谢你告诉我心里话，这样我反倒不会多想。如果让我在事业和婚姻之间做选择，我大概率会选择前者。你要离开吗？明天晚上就会有投票环节。既然我们把话说清楚了，你明天晚上不用给我投票。能在这里认识，就是一种缘分。做不成恋人，还可以做朋友。你以后如果去魔都，
可以随时和我联系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。可以吃饭了。来啦！时间还没到，不许说话。他俩还怪好磕的，可惜离开后就只能在直播上看到了。12点了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果然跟我一样，是个恋爱脑。今天的饭菜怎么感觉这么难吃？挨千刀的玩意儿！陈之远，我们现在可以说话了。我知道，你头发翘起来了，早上用水打湿了，没想到还是翘起来了。要用夹板夹一下。我有，你跟我回宿舍。现在？你是不是也不用防晒霜？怪不得你变黑了。我还以为你要说我变丑了。有点。你这么说，我有点难受啊。我开玩笑的。我当真了。陈之远，你好讨厌。你能不能不要喊我全名？不太熟的人才会喊全名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叫小陈怎么样？可是你比我大啊。这只是一种爱称。这样子啊？那你喊我什么？宁宁。感觉怪怪的。宝。不要，那还是宁宁吧。好的，宁宁。好的，小陈。小陈，你坐这里。夹板这么管用吗？对啊，这是我的防晒霜，你要用吗？怎么用？直接喷脸上？好气呀！我这个当爹的都没有这种待遇。哼！我还是快出去吧，待会儿直播间里的人又要骂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们女生宿舍。你不用管他们怎么说你啊。我爸爸说过，太阳都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喜欢，人更不可能。只要在乎的人不讨厌你就行了。那你讨厌我吗？当然不啊。你好讨厌，这可是你刚才亲口说的。我们女生有时候会说反话的。这样吗？那我知道了。糟了，说讨厌是反话，那不就等于是在说喜欢你吗？但是刚才那句不是反话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我喜欢你。我们男生是不会说反话的，所以喜欢就是喜欢。这里怪晒的，去水吧那边坐会儿吧。哦。喏，刚才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了，有工作人员在浅滩布置道具。我猜今天下午的游戏要在海里玩。要比赛游泳吗？应该不是，没这么简单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太阳也好，云也好，风也好，人也好，哪哪都好。又是体力游戏啊！你别动，光线刚刚好，我给你拍张照。记得开美颜。已经很好看了。你拍了我多少张照片啊？干嘛？不让拍啊？没有，我就看看。不让看。请所有嘉宾到海边集合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气球消消乐。
12位嘉宾，男女为一组，分成6组。游戏开始前，我们会在6位女嘉宾身上绑上3个气球。男嘉宾的任务是背着女嘉宾，女嘉宾的任务则是弄破其他女嘉宾身上的气球。3个气球都破掉的队伍即被淘汰。今天最后一名需要接受的惩罚会和前2日有所不同。还是我们自由组队吗？是的，后面的游戏我们都会让你们自由组队。你们有15分钟的准备时间。你回宿舍换个衣服吧。我穿这身不行吗？你这衣服湿了水的话，会很透。陆华，我们一起组队吧。那我待会儿跟宋慈一组。舒言，赵明，你力气大吗？当然。那我们组队的话，你能带我拿第1吗？没问题啊。依林，邀请你和我组队。没问题。他们不换衣服吗？江宁，你在岛上管好自己就行，他们跟你我都是不一样的。啊？他们不是不知道衣服湿了之后会很透，而是不在意这个。不会又是禁言惩罚吧？不会，导演不是说了吗？惩罚和以前不一样。这是怎么了？疼不疼？刚才碰到的，不疼。游戏结束，苏星和江依林组第1，陈之远、江宁组第6。接下来公布最后一名的惩罚。你们有人昨天晚上就看到了，我们在另一边的海滩上搭建了一个双人木屋，而今天最后一名的惩罚就是，你们今晚需要在那边过夜。去小木屋过夜？节目组这是要干嘛？逼我晚上念1整夜的冷静吗？小木屋里只提供床上用品，没有电灯，没有空调等现代化电器。除此之外，
也禁止使用手机、平板等任何移动设备。具体情况，你们待会儿可以过去看看。胡闹，简直就是胡闹！刚认识几天就同居，你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还好，不是注意间。床还挺软的，情况不算很糟糕。比我想象的好。那我们先回去吧，晚上再过来。我想去石头那里坐坐。好。周叔明天晚上就要走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自己跟我说的。就要进行第2次淘汰了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，要是能慢一点就好了。什么事都会有结束的一天，就像太阳早上升起，晚上就会落下。那我们呢？他是在担心，节目录完后，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。我会去找你的。真的？当然。你不许骗我。拉钩，还有点小幼稚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醒了，饿了吗？走吧。我们要兑换今天的晚餐。陈志远，这个为什么会叫做老婆饼啊？相传在古代，有个丈夫为了让妻子吃上点心，就用家里简单的材料做出了这种饼。因为是丈夫为老婆做的，所以大家就叫它老婆饼。原来是这样。不是说不喊全名了吗？西西，我忘了。罚你绿泡泡给我改备注，然后聊天置顶。我已经置顶喽。姐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把麦克风藏进木屋里，万一他俩晚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我会让人设置30秒的延迟，一旦说了不该说的，我就会切断声音。现在大半流量都在他俩身上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快去，藏得隐蔽一点，别让他俩发现了。没事，摄像老师还在后面跟着呢。他们待会儿就走了。我还在啊。你晚上可不可以晚一点睡？我怕你睡着了，我睡不着。可以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，我们中间就隔了一堵幕墙而已。我估计晚上打呼噜都能听得见。你晚上会打呼噜吗？不会，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啦。那你晚上会不会说梦话？我晚上听听看。我又不是每天晚上都会说梦话。万一呢？早点躺着吧，我就在隔壁。陈志远，听得到，我就说这墙不隔音吧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弄这堵墙啊？没有墙不是更好吗？影响不好，哪有认识这么短时间就住在一起的？你就不怕我干坏事啊？不怕，你是好人。你知不知道，对一个喜欢你的男生说你是好人，其实是变相在拒绝他。为什么？可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。陈志远，
我们现在算不算是在谈恋爱啊？这取决于你啊。我下午表白过了，如果你接受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算是在谈恋爱了。我没听到。你听到了？我没有，你再说一遍。我明天当着镜头说。不要，我要你现在说。江宁，你学坏喽，好吧？我喜欢你。我也是。你觉得什么是喜欢？我妈说喜欢一个人就是24小时都想跟他待在一起。喜欢一个人会让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义，就像看到月亮，以前只代表天黑了，但现在可以叫做赏月。今天的月亮好圆哦。你有没有听过月亮代表我的心？是我之前写的。不好意思了，原作者大大，平行世界的我借用一下。那我怎么会听过？你可以唱给我听吗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陈志远，怎么了？如果明天的惩罚还是住小木屋的话，我们还当倒数第一好不好？好啊，都听你的。丫头啊丫头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呀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？别学你妈恋爱脑啊！陈志远，节目录完后你会去做什么？还没想好。我骗我家人说我在这边找了个新工作。啊？为什么？怕他们担心吧。我以为节目组过2天就把我淘汰了。那你现在可以跟他们说了。还是录完再说吧。现在好多人在关注我，我怕给他们带去麻烦。哦。你还不困吗？平时这个点你都睡了吧？我想和你多聊一会儿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陈志远。怎么了？我想去趟厕所。外面漆黑一片，一个人去厕所确实很吓人。晚上风大，你冷不冷？不冷。你还记得被淘汰的张书翰吗？他抽烟的，之前还说要给我钱，让我把和你组队的机会让给他。他怎么这样啊？所以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以后不管是交朋友还是和其他人打交道，都留点心。你这样的最容易被骗了。我哪样啊？笨啊！你才笨。好了，我在门口等你，你进去吧。你不许走哦。不会的。从节目出去后，应该做些什么呢？我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要不要我背你？好啊。你答应的还真快，一点都不客气啊。当然喽，你不是我男朋友吗？也是哈。真希望这条路可以再长一点。陈志远，你刚才哼的是什么歌啊？猪八戒背媳妇啊。你是猪八戒啊？我可以是，但我是猪八戒的话，你可就是我媳妇儿了。我以后不叫你陈志远，也不叫你小陈了。那你要叫我什么？猪头。好难听，换一个吧。不换。换一个嘛。就不换。
晨，猪头，我在外面。你什么时候起的？也没多久。换身衣服，我们回去洗漱吧。好，等我一下下。你昨天睡得怎么样？还行。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，一直在喊我名字。你骗人！我昨天晚上都没有做梦。要开机吗？现在可以开了。现在要小心一点说话，大家都能听到了。我知道。小远，你妹妹明天就考完了，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她能做的事。妈，昨天有事，手机关机了。你和爸别让小婉出去打工。算了，我晚上自己打电话跟她说吧。2天就把公司弄好了，看来阿姨的人脉资源很强大呀。你发什么呆呢？哦，在看信息。我们去吃早餐吧。今天的早餐我来做吧，我已经学会煮面条了。行，我给你打下手。今天很热，把头发扎起来会不会舒服一点？我想扎丸子头来着，但老是散开。我会。初中时，我经常给我妹妹扎头发。真的？好了。这么快？你好厉害！这有什么的？去煮面吧，看看我这个师傅教的怎么样。好。他刚才没起水泡，应该没事。你刚刚手离得太近了。我没事。要不，面还是我来煮吧。不行，我可以的。开吃。等一下，我先拍个照纪念一下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都还没吃过自己女儿煮的面条啊！陈狗，你真该死啊！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吃？看来我这个师傅还是教的不错的。明明是我有悟性，好不好？别骄傲哦，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来日方长嘛。一晚上涨了40万粉丝，快500万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喜欢你。我也是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明明都关掉麦克风了。看来节目组在小木屋里安装了其他的收音设备。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上热搜了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没关系的，喜欢一个人又不丢人。是啊，喜欢又不丢人。喂，姑姑，你让我办的事儿我都办好了。对了，宁宁去参加恋综这事儿，姑父他知道吗？开始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气得天天给我打电话。怪不得。你觉得小陈这人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挺好的。宁宁太憨了，找个门当户对的，嫁过去多半受委屈。这个陈之远会做饭会哄人，关键玲玲自己也喜欢。
你这丫头现在还会看面相了。行了，这事先保密，不要告诉爷爷奶奶。我知道，这个姑姑脑回路就是不一般。不过换做以前，哪里能看到宁宁笑得那么开心？陈志远、江宁，你俩好厉害啊，又上热搜了。我们是真不知道节目组竟然在木屋里安装了收音设备。你涨了这么多粉丝，怎么还唉声叹气的？我想涨粉还没有呢。各位嘉宾，游戏将在2点半准时开始。另外，今晚将再次开启好感度投票，依旧是淘汰一男一女。游戏有涉及运动的关卡，大家可以去换衣服。我们节目的整体进程已经过半了，希望大家珍惜在岛上的机会。那我们先去换衣服吧。好。你们有人想和我组队吗？李淑妍在看我。苏星河，我们继续组队吗？今晚有淘汰，还是稳一点好。好啊。那我们今天还要拿倒数第一吗？不了吧，万一今天的惩罚不是住小木屋，是安个摄像头什么的，就更没隐私了。我也觉得，我们还是尽量拿第一吧。只要再凑2颗心动之心，我们又能去岛外了。那你要加油哦。不是我要加油，是我们一起加油。下午要是我们拿到第一的话，我就给你一点奖励。什么奖励？先不告诉你。说嘛。不说。说嘛。说嘛。就不说。今天的游戏是在岛上完成任务，我们设置了36个不同难度的任务点，绿色代表容易，黄色一般，红色困难。哪一队率先通关6个任务点，就是今天的第1名。1个任务点被通关后即关闭。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。我们还不走吗？不急，先看看他们去哪儿，我们去一个人少的地方，这样后面就不用跟他们抢了。这个任务叫味觉密码，一个人戴眼罩，另一个人喂吃的，只要准确说出5种食物的名字，就算挑战成功。我戴眼罩，你喂我吃。好。火腿肠，正确。香蕉，芒果，熟土豆，黄瓜。恭喜你们挑战成功。要去抢下一个绿色任务点吗？离得太远了，我们去最近的黄色任务点，后面这个也会被抢的。这个任务叫心意互换，你们分别用乒乓球拍运球朝对方走去，在中间互换1次乒乓球，球不能落地。你会吗？会。那我们慢一点，不着急，待会儿换球的时候听我喊3、2、1。好。3、2、1，换球！我太用力了。没事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接住。还有1次机会，直接来吧。恭喜你们完成任务。陈，猪头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你还真喊我猪头啊，感觉有点丢人。猪头，猪头，猪头。第3个任务点，任务是默契问答。我会问12个和恋爱有关的问题，你们背对背，同时用是或否的牌子回答。有10个问题选择一样就算成功。第1题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第2题，你可以为爱情牺牲掉自己的事业吗？第3题，你会和不爱但有经济实力的人结婚吗？12个问题，你们相同的选择也是12个，所有的选择全都一模一样。恭喜你们完成任务！太好了，我们的选择全都一样。我们真厉害，快走吧，去下一个任务。这个任务是用面包吃出 love 的形状。我们这里有 love 的模具，你们需要在3分钟内用这4块千层面包吃出字母形状，并能放进模具里。你吃 L 和 V， 我吃 O 和 E。计时开始。倒计时30秒。请住嘴。第1块成功。
第2块成功，第3块成功，第4块成功，恭喜你们！耶，只剩2个任务了。怎么不走啊？你都不等我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那一起走总行了吧？也不牵我。我错了，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怎么回事？弹幕怎么卡住了？我问下技术部。姐，技术部说是因为短时间内弹幕出现了大量的敏感词，所以出了 bug， 刷新一下就好了。应该是人太多了吧？你们需要一起完成一幅100片的拼图，但只有3分钟看原图的时间。节目组故意的吧？你们的时间不多，最好快点把这张照片记下来。我记左边，你记右边，把关键点记住。好。先把所有拼图翻到正面，然后把差不多的归类到一起，从人物开始拼。靠！我在想什么？陈志远，你下贱！恭喜你们完成任务。那个，这照片和拼图我可以带走吗？可以。你们需要按照墙上指定的动作通过这3道墙，不能破坏泡沫墙。你抱我啊！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喽！腿抬高一点。我们赢了！恭喜陈志远、江宁率先完成6个任务，获得今天的第1名。猪头，我们现在有3个心动之心了，再拿一次第1，又可以去岛外了。你不是说下午要是拿到了第1，就给我一点奖励吗？现在是不是该实现了？有吗？我说过吗？你怎么转头就不认账？你问问观众。你自己看。好吧，你就是仗着他们给你撑腰，故意耍我玩。你好可怜。猪头，你转过去，背对着我。你给我捶肩，我可没钱付给你哈。这是奖励，我才不会说话不算数呢。这个奖励可以天天有吗？当然不可以。确实感觉轻松不少。你有带指甲刀吗？我的指甲有点长了。有啊。你不用锉刀吗？不用，我都剪光了，干活不方便。那你要不要掏耳朵？我从小就觉得别人帮忙掏耳朵很舒服。那我帮你。行。你要不要躺下？躺下？哥哥，我考完了。哥哥，我考完了。哥现在在工作，晚上打电话给你。你妹妹平时成绩怎么样？211应该是稳的，985也有很大的希望，比我这个哥哥强多了。她从小就听话，学习上的事儿也不用别人操心。好厉害！下午的排名，第1名是陈之远和江宁，你们将获得心动之心和5枚心动币。
最后一名的苏星河和江依林需要喝完这一大杯苦瓜汁儿。我想管啊，可我做不到啊。当初假装低血糖倒在景明怀里，失身诱惑约夜场电影，跟这些比，掏个耳朵算什么？舒服吗？舒服。王浩宇、李淑妍、陈泽林、宋慈两队完成任务。陈志远，你和江宁怎么这么快？我们很顺利的就完成了6个任务，特别是那个问答，我和江宁的12个答案全都一样。真的假的？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良田明明那么宽敞，为什么要和猪头做这么近？爸，先上车，你妈在家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可以给我一下手机吗？我就是想跟哥哥说一声我考完了。我们要用5枚心动币兑换了一顿烤肉野餐，看来我们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我来弄蘸料，你来翻面，别让肉烤焦了。今天晚上有人离岛的话，明天会来新嘉宾吗？应该会吧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又不认识导演。那我今天晚上就问一下淑君阿姨。我吃饱了，下午游戏结束太晚，我跟家里说好了晚上打电话，一会儿投票结束，我可能就回宿舍了。那我也回去。2位，接下来的15分钟是弹幕互动环节。江宁小心，陈狗没有生育能力。又造谣我，你们见不得我好是吧？你们不要乱说，这样不好。陈狗，你说实话，下午12个问题，你和江宁有没有作弊？我们还挺有默契的，作弊怎么可能？陈狗都500多万粉丝了，不发表一下感言吗？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。江宁，接下来需要你来跟弹幕互动。江宁，不要恋爱脑啊！什么是恋爱脑啊？准确一点来说，把全部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在谈恋爱这件事上的，就叫恋爱脑。如果这就是恋爱脑的话，那我就当恋爱脑好了。你可以假装看不见的，他们当中大多都是没谈过恋爱的单身狗。陈狗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才单身狗，你全家都是单身狗。兄弟们，快取关！这狗东西在嘲讽我们。各位，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获得票数最少的一位男嘉宾和女嘉宾将离开心动小岛。首先是女嘉宾的票数，周师3票。接下来是男嘉宾陈泽林10票，支票。10票，他一个人拿了10票，那我们陈志远5票，苏天河5票，王浩宇4票，陆华、赵明2票。赵明和周叔将离开我们的心动小岛。果然，只有在需要我的时候才能想到我。我选择销毁。你们有半小时收拾行李。你也去送送他吧。爸，小婉在旁边吗？回家吃完饭就睡了，我让你妈去看看。小婉，你哥来电话了。哥哥，考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之前模考问你，你都说一般，结果考得都不错。这次说挺好的，那岂不是有希望上清北？怎么可能？听妈说，你暑假还想出去打工。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吧？你别学他们。18岁，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一次，不要浪费在打暑假工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哥哥不也打过暑假工吗？就是因为我打过，
才不想让你学我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6月下旬会回家一趟。真的吗？大概率吧。对了，我给你买了一台手机，应该明天就到。爸妈不在你身边吧？不在。哥在穷省这边其实不是在上班，而是在录一档综艺节目。这件事还有我要回家的事，你都先别跟爸妈说。明天手机到了，你在短视频关注下，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录综艺节目？你女儿真是你亲生的，跟你当年追江景明时一个鬼样。我跟她说节目规则不能告诉其他嘉宾，她立马问我，那我可以告诉陈志远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得负一半责任。如果你不是导演，我不可能带我家丫头来参加什么恋综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别弄得我挨你老公的骂。放心，骂不到你头上。你老公这几天是什么反应啊？听吴姨说，他精神有点不正常，晚上吃饭经常拍桌子，还会骂脏话。完了完了，我从来没听过你家男人说脏话，这我以后还怎么去你家啊？怕毛线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猪头，早啊！早。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我在看短视频私信，现在有很多人都学你了，不叫我陈狗，改叫猪头了。感觉你的脚还没我的巴掌长。怎么可能？比一比。不比，我怕你脚有味道。没有。不信你闻。我才不闻。你再这样，我生气了。我逗你玩呢。是不是差不多？才不是，我脚长一点。痒！陈狗，你真不是人啊！好一招以退为进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你们继续，我去凉亭看书。还是我们过去吧。你们是新来的嘉宾？你们好，我叫赵允儿，职业是一名平面模特。你们好，我叫范晨，是一名 rapper。需要我们自我介绍吗？不用，你俩现在可有名了。早上看粉丝已经超过500万了，看来是真的。他们很多人还没起，你们要不要先去屋子里坐坐？哇，这里也太美了吧！随便看看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唉。节目组又要整什么活啊？陈志远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范晨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说唱歌手。首先，欢迎2位新嘉宾。各位，节目将进入第3阶段花好月圆，我们将取消下午的游戏环节，让大家一起去做更有意义的事。今天就是直播带货，这是一场公益助农直播，所有收益都会捐给慈善机构。直播下午2点开始，持续到晚上9点。你们需要自行组成6支队伍，我们会根据销收入排名发放明天的约会资金。第1名3000块，最后1名300块。接下来由冯芳芳老师对你们进行直播培训。那我们进屋里说吧。我准备了一个 PPT， 直播带货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婉婉，对了，答案怎么样了？妈，我估分估计有615分。老师给我建议了几所不错的985高校，说让我考虑考虑，跟家人商量一下。我们家婉婉真厉害，你自己有想去的学校吗？你先自己想想，到时候我们叫上你哥一起帮你参考参考。好。小婉，你帮忙看下店，妈妈上楼煮饭。好。
小婉，你看店呀？你妈呢？你妈的快递好像是手机，你签收一下。妈，哥哥买了台很贵的手机，给你买了，你就用啊。哥哥的短视频号叫什么呢？512万，哥哥有500多万粉丝。这个叫江玲的姐姐，难道是哥哥女朋友？我未来的嫂子？好了，直播培训结束，你们先去吃饭吧。我们待会儿怎么组队？我还是和江宁一组。我和宋慈。我和陈泽林。舒言，我们一起组队吧，我们俩合作肯定有优势。你们都组好队了吗？有人想和我组队吗？我可以，我还挺喜欢听说唱的。那有人愿意和我组队吗？我们要不要试一下？好啊，星河组个队。好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直播助理王如，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流程。我们卖货基本是2个流程，介绍商品，然后上架互动。商品介绍的稿子在这里。我不会直播。没关系，你站我旁边就行，不用你说什么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2点钟，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直播正式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志远，我旁边的是江玲。今天我们进行一场公益带货直播。小茹，我们开始吧。你尝尝看好不好吃？好吃的话，等直播完我们就拿走。甜不甜？甜。椰子糖是这边的特色，配料表很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今天直播间买2袋500克，只要29.9。不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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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上架吧。椰子糖上架了，有女朋友的可以拍完送给女朋友吃。哦，我忘了，你们很多人还没有女朋友，那单身的话就别拍了，省得浪费。2000单，拍完了，拍完了。那就抓紧介绍下一件商品吧。椰子粉放咖啡里能做生椰拿铁，原价49.9，现在48.9。不愧是好东西，只便宜1块钱。没有优惠可以不说啊，为什么还要强调出来？小茹，麻烦给我倒一杯热水过来。你要不要尝尝？你先喝。这个椰子粉甜度刚刚好，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拍一单。小茹，上链接。这个叫小王大人的，说我唱首歌下5单，说话算不算数？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。卖了多少单了？300单。才300单，你们说话不算数是吧？江玲，你说话不算数的人会怎么样？会变小狗。你拍，已拍，已拍。我现在就去下单。1500单了。下一个品，文昌鸡。真空包装3盒109，不好吃可以退。这是处理好的了，还下什么蛋？你那个鸡跟我这个不一样，这个不卖了。下一个，菠萝蜜干，松脆可口，原价59，今天49。你们他妈的！
10斤生蚝，99块。你直接去男科医院吧，吃生蚝没用了，好吃你特么……总销额突破3000万了！喂，你好，1500万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考虑一下。姑姑，公司电话被打爆了，大手集团想挖陈志远，报价1500万1年。1500万，小陈已经这么值钱了吗？他已经展示出了惊人的商业价值和带货能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陈志远？1500万，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天大的诱惑。突然有了这么多钱，人是会变的。世界上太多一夜不复后自甘堕落的例子，但这么做对他似乎不太公平。选择权应该交到他的手里，就当是一次考验好了。直播间的货品暂时售罄了。怎么了？大手集团给你报价1500万，想挖你去他们公司。你自己回。阿姨，这个我暂时不考虑。你确定？150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确定。理由呢？不自由。不自由，倒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你怎么回的？给我看看。不给。给我看看。就不给。有人加你，好像是你妹妹。通过一下，我昨天给她买的手机应该是办好卡。哥哥，我是小婉。我知道。我下午有看直播。你在家听话，报志愿的事等我回去再说。你跟我妹妹说句话吧。啊，我和你妹妹。嗯。小婉，你好呀。嫂子好。不关我的事，这可不是我教的。你们干嘛去了？不卖货吗？我们卖完了。卖完了？那么多货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也没怎么做，就正常卖。可能我和江林的直播间人比较多吧。我和陈泽林才卖了400来万，好像有点卖不动了。陈志远，虽然你们已经卖完了，但这毕竟是公益直播，待会儿需要你们继续直播，多募集一些资金。好的。陈志远，待会儿我能去你们直播间看看吗？就想学习学习。行吧。这该死的节目到底什么时候结束？再这样下去，女儿真要跟一头猪跑了。陈志远、江宁，我们把其他直播间的库存都转移了过来。节目组又补了一波库存，大家按需购买就好。小茹，给我拿2张纸和1支笔。好的。我们做到9点就下播。你要是困了，也可以睡会儿。
这个销售额也太不行了，去看一下陈志远和江宁他们是怎么播的。不是，你们在干嘛？睡觉！今日销售额6400万，这还是现实世界吗？我和他卖到现在嘴皮子都磨干了，才卖了不到900万，你俩在这睡觉，卖了6000多万。他们怎么卖的？他们在睡觉。睡觉？你自己去看吧，我说不明白。他们这样节目组不管吗？你知道他们卖了多少吗？多少？6000多万。什么？2位，直播要结束了，跟家人们打个招呼吧。我这边显示，从下午2点到现在，一共卖了7500万。很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我替节目组跟大家说声谢谢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早点睡，晚安。晚安。舒言，你们卖了多少啊？1400万。好厉害！多什么？你们知道陈志远和江宁卖了多少吗？7000来万吧。7000万！辛苦大家了。今天总销售额1亿1530万，其中陈志远和江宁的直播间销售额是7527万，这1000万的收益，我们将捐给红太阳慈善基金会。刘主管，怎么了？最近心动小岛的陈志远和江宁很出圈，他们下午做了一场公益直播，7个小时卖了7500万。公益加恋爱，前者是正能量，后者响应号召。我觉得我们新视频可以围绕他们来做。主题呢？把他们相识相爱的过程剪出来，围绕小爱变大爱这个主题写文案。我看可以，大家注意，主题选好了，今晚先把素材剪好，文案定下来，争取明天上午发出来。明白。你洗头了？昨天晚上洗的，今天不是要出去玩吗？来回就要200，我们总共才300，天杀的节目组！我们4个要坐船，这是船费。不用，我们自己付就行。没事儿，我们的钱也用不完，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，别为了钱烦心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下次见。师傅，去景区天涯海角。哎呀，是大明星吧？能给我签个名吗？累不累？摄像有点烦人。要不我们把他甩了？真的？怎么甩？待会儿我喊1、2、3，我们一起跑，他扛着摄像机肯定追不上我们。好。3、2、1，跑！我操！人呢？我们甩掉他了吗？应该甩掉了。太好了！你脸好红，要不要歇会儿？不用，先从景区里出去，不然又要被他找到了。走。导演，嘉宾跑了。我给陈志远发了好多消息，他手机静音，一直不回。什么？
直播间声音也没了。知道了。继续给他工作手机打电话，打到他接为止。是。接下来我们去哪玩？怎么了？书俊阿姨给我打电话了。淑君阿姨，你是说总导演？难怪他能来参加节目，原来是和导演有关系。你还是接吧。宁令，你和陈志远现在在哪儿？出租车上。准备去哪儿？三亚湾。下车之后把位置发给我，我让他们去找你们。哦。猪头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事儿了？好像是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节目组要的不就是直播画面吗？我自己来。李导，陈志远这边的直播权限被抢了，他自己用手机开直播了。快，拉取他的直播画面。弄好了吗？不知道，我第一次弄。你用自己手机进我直播间看看。已经在直播啦！那个，大家别送礼物了，我都看不清弹幕了。你查一下怎么拉坏人，我把这些送礼物的全拉黑了。哦。让设备车待命，摄像老师不用跟了，派工作人员拿2个运动相机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播。摄像老师一直跟着，会引起路人注意，我们也不自在。会的。江宁，搜一下川蜀观察。咱家丫头都上新闻了，厉不厉害？厉害个屁！反正我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坚决不同意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不需要你同意。我是他爸，我可以给他换个爸。现在所有人都希望他们在一起，只有你反对。废话，宁宁是我闺女。我懒得跟你说，我监督他俩去了。上车吧，我们出发了。你不要骑太快。我的腹肌好摸吗？哼，你哪有腹肌？不可能，我一直憋着气呢。你再摸摸。摸到了吗？没有。你这样算占我便宜。你脸皮好厚。我摸到了，他有腹肌的。现在4点，你还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？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歇会儿。要不去酒店？好。2位要大床房还是标间？标间吧。3楼306，这是房卡。怎么了？我在想手机放哪儿？就放桌上啊。直播？现在还要开着直播吗？你的意思是关掉？不然呢？猪头，窗外阳光太刺眼了，你把窗帘拉上。这会儿弹幕肯定在骂我。
千万别说了，千万别说。您的手机将在10秒后自动关机。手机没电了，把直播线路切回来，上公告。姐，陈志远粉丝660万了，一条视频涨了这么多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晚上就能破700万。王瑶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现在赶紧去酒店找他们，20几岁的2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行了行了，我再打个电话，别一惊一乍的。阿姨，是我，他还没醒。小陈啊，都7点多了，你把他叫醒吧。晚上你们不还得回岛上吗？7点多了。宁宁，醒醒！你妈妈给你打电话了。妈妈，瞌睡虫，你爸怕他明年就要当外公了，非让我打电话。我们只是在睡觉而已。不早了，出去吃个晚饭吧，别一直待在房间里。你妈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其实我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我也不告诉你。好啊，你学我是吧？猪头，你喜欢小孩子吗？小孩子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回答我就是了。当然喜欢啊，你不就是小孩子吗？你才孩子呢！你再乱说，小心我咬你哦。猪头，我们还有6颗心动之心，节目快结束了，再不用就浪费了。你今天不想回去？现在都7点多了，9点回去是不是太赶了？这倒是。我们要用心动之心兑换岛外约会的机会。我们后天会安排去山区学校送温暖的活动，你们需要给学生上课。如果兑换岛外约会，你们明天晚上6点前必须回来。明白。我们还多了一颗，送给陈泽林和宋慈吧。好啊。我和江宁兑换了岛外约会。今天不回去了，我们多了一颗心动之心，可以给你们，这样你们也可以在外面多待一天。那谢谢你们了。谢谢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待会儿我们在餐厅集合，给你们心动之心，然后一起吃晚饭吧。好。我跟阿慈约了去羽毛球馆，待会儿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羽毛球馆打羽毛球？你想去吗？切。阿慈厉害，你也不错。陈志远，陈总，我们是你粉丝。他俩已经这么火了吗？节目还有4天结束，如何把这波流量留住？大家说说看。流量都在嘉宾身上。尤其是陈志远。小道消息，大手那边前几天联系过陈志远，报价1500万，想挖他过去。今天这视频一出，下次报价只会更高。合同没有竞业协议吗？没有。谁能想到一个抽奖嘉宾能火成这样？1500万他没答应？没有。绝对不能让他被挖走，必须留下。我待会儿给李淑君去个电话，让他先探探口风。散会。你好，开2个标间。出示一下身份证。
你进去做什么？你晚上跟我睡啊？我们可没发展到你们俩那个进度，你还是别跟我抢了，让我和陈志远住一间。粉丝数已经突破700万了。小陈，宁宁刚给我发消息说她大姨妈来了，你明天不要带她出去玩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微笑表情，阿姨不会是在暗示我什么吧？难道是下午开一间房的事儿？阿姨，我们下午什么都没做，就只是睡了一觉。突然解释这个做什么？难道她误会了我的表情？我知道，早点休息吧。我们明天去哪玩？我打算去录音棚，你就别去了，在酒店休息吧。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？我妈妈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我没事，我要去。那我该听你妈的，还是该听你的？你说呢？你这让我很难办啊。明天你不带我去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你好，外卖。谢谢。吃饭了。来了。呼，3首歌终于录完了。阿姨，我把前面2首歌重新录了一遍，另外还做了一首新歌，你看看要不要让公司发出来？前2首我让公司直接发，新歌等你节目里唱了再发。这次出来时间长，节目录完我就带年年回京城了。阿姨，那我后面可以去京城找江宁吗？当然可以。我还是有点担心。你打算上什么课？美术。那你就别问我了，说不定你教的比我好。明天如果我们不是同时进行的话，我会去给你加油打气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你们回来了。昨天去小岛外玩的怎么样？回来了。还行吧。你们在小岛怎么样？我不舒服，先回宿舍了。好。我回去宿舍换身衣服。允儿，我也要回下宿舍，待会儿再聊。在家的时候，妹妹不舒服，妈就给她煮这个。你把这个喝了，今天早点睡觉。这是什么？你喝就是了，小心烫。你真幸福。你要尝尝吗？不了，这可是陈之远专门为你做的。这汤甜甜的，暖暖的。我来说下今天的安排。我们大概10点半到达学校，你们需要分发爱心学习用品。中午在学校食堂跟学生一起吃饭，下午是上课环节。导演跟我们讲一下下午的上课安排吧。是啊，导演。我们下午上课，你们的顺序是：下午第1节课由陈泽林给6-1班上数学课，苏星河给5-2班上数学课，江艺林给1-1班上体育课，孙芷若给3-3班上英语课。下午第2节课，王浩宇给2-1班上音乐课，宋慈给6-2班上语文课，李淑妍给3-1班上艺术课，江宁给1-2班上美术课。下午第3节课，陆华给4-1班上道德法治课，赵允儿给4-2班上阅读课，范晨给6-2班上体育课，陈之远给5-1班上音乐课。每节课45分钟。上课期间，我们的摄像老师会全程记录拍摄，希望大家尽职尽责地做好老师的工作。好的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傍晚5点坐车返回，大家珍惜今天的知交时光。现在工作人员先给你们发今天的早餐。
下面请爱心代表进行发言。行吧，当过老板，场面话还是会说的。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！今天能够走进这所充满希望的校园，我们内心充满了喜悦。首先，请允许我代表节目组和所有嘉宾，向辛勤耕耘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，向生气勃勃的同学们表示亲切的问候。最后，衷心祝愿学校越办越好，祝老师们工作顺利，祝同学们学习进步，天天向上。成果可以啊，这发言稿是临场发挥，牛逼了，我的哥！妮妮，我们要不要去参观一下学校？去。刚才在操场上，你那些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？临场发挥啊！你好厉害！以前上学听校长讲话听多了，所以就会了。那也很厉害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圆柱。好紧张啊，手都开始冒汗了。没事的，待会儿你上课的时候，我和你一起站在讲台上。真的？当然，你上的是美术课，主要是让他们开心就够了。走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我们去买些棒棒糖，待会儿上课就说谁表现好就给谁发糖吃，我保管他们一下子就变乖。那快点。一个班30人左右，35个就足够了。尝尝。我不吃，待会儿不够分了。足够的，你吃吧。甜吗？没你甜。有毛病。老师来了，不许说话。上课。老师好。小朋友们好，我叫江宁，你们可以叫我江老师。今天我来教大家画几个小动物，谁画得好就奖励1颗棒棒糖哦。好。哇，江老师你好厉害！怎么就下课了？一个个来，大家都有。宋策老师，借一下你带的扩音器。给。喂，上课。老师好。你们想不想学一首只有自己会唱，别人都不会唱的歌？想。这台摄像机会把你们全部拍下来，网上有上百万个叔叔阿姨看着你们，谁开小差都会被看到。今天教你们的歌叫《少年说》。哇！嘘，小嘴巴都闭上，好好听哦。红日出生，七道大光，何处伏流，一线汪洋。少年自由少年梦，生死山河凭脊梁，敢将日月再壮亮，今朝为我少年郎。所有闲着的摄像老师都去陈志远所在的教室。天高海阔万里长，华夏少年一起扬，发愤出墙做栋梁，不负年长。这首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那接下来老师一句句教你们。这首歌还没写完，等你们学会了，我们再一起把它创作完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放伴奏，你们所有人一起唱一遍，好不好？好。少年志则国之。很好。接下来我需要同学们和我一起来完成这首歌。看到屏幕上的文字了吗？看到了。待会儿我数3、2、1，你们所有人一起朗读，我会把你们的声音录下来，剪到歌曲里面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少年志则国之。
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。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。深似山河平气凉，敢将日月再壮亮。今朝为我少年郎。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未来都能为国家做栋梁。陈志远，你好厉害呀！可惜了，我在上课，没有看到你唱，只隐约听见一点声音。兄弟，到时候我们交流一下。嘿嘿，早知道我就不选音乐课了。各位，明天晚上是心动晚会，每个人准备一个节目。后天下午2点，节目正式结束直播。陈志远，你跟我来一趟。来了。导演，你找我。坐。半个多月拥有近1000万粉丝，是种什么感觉？其实还好。我是受我们公司的意思找你，节目要结束了，他们希望你留在我们短视频集团，你自己是什么想法？我可以留在短视频集团，但我不想被合同束缚。节目结束后有什么打算？回家一趟，安顿好家里的事，再去京城找江宁。你爱江宁吗？我想听你说实话。任何话都有可能是谎言，就让时间来证明吧。副导演叫你出去做什么？其实是导演找我，他问我节目结束后的打算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先回家一趟，安顿好后再去京城找你。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。那我在京城等你哦。但我有点担心，听你妈的意思，你爸好像不喜欢我。你管我爸做什么？我喜欢你就够了。也是。陈志远，你太牛了！早上看你粉丝才700多万，现在都850万了。你唱歌的切片都传疯了。你明天晚上再唱首歌，说不定就1000万了。宋词吹笛子，赵雨儿跳舞，你呢？晚会唱什么歌？我肯定还是唱歌啊，别的我也不会。那你要唱什么歌？不告诉你，晚上你就知道了。你下来推我，我要荡起来。大家都知道综艺节目真真假假，你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陈之远幸运嘉宾是真的，但第一天1v1约会是不是节目组设计的，就很难说了。反正我是觉得没那么巧，这毕竟是综艺，我敢说，这节目没人能走到一起去。他们出来了。你头发怎么乱糟糟的？风大。他们的头发也不乱啊。我没用发蜡，不然结束还得再洗个头。你低头。好了，让我看看。怎么样，帅不帅？丑死了。又说反话是吧？我今天穿着裙子好不好看？别问这种没意义的问题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感谢我们在这个夏天相遇彼此。接下来的环节由主持人孙芷若主持。出场顺序随机抽取，抽到谁，谁就要上台表演。第一个上台表演的嘉宾是李舒妍。
好了，看看第2位幸运儿是谁？江宁。明明是我闺女在表演，你拍一头猪做什么？什么缺德摄影师？倒数第2位表演的是王浩宇。直播间观看人数破亿了，你好好唱。陈志远，就差你了，快上台吧！我估计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前面的表演怎么样？都挺好的，不过我最喜欢第2个节目。这首歌是唱给谁的呢？江宁。好嘞，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。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。想把你写成一首歌，想养一只猫。转眼，我们的晚会就要结束了，美好的回忆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我宣布，心动小岛2026晚会到此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哭什么？都怪你。好啦，还在直播呢。感谢你们的表演，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游戏环节，情投意合。每位男嘉宾邀请一位女嘉宾，背对背站入心形区域，有3分钟时间互相告白。3分钟后，考虑是否摁下心动按钮。一旦双方都摁下，将确定恋爱关系，并需在镜头前完成亲吻仪式。那么，第一组有请陆华邀请女嘉宾。月儿，我们认识时间很短，说太肉麻的话会假。不管结果如何，希望至少是朋友。同意。3分钟到。确定恋爱关系失败。下一组，范晨邀请女嘉宾。我邀请孙芷若。确定恋爱关系失败，请苏星河邀请女嘉宾上前。我邀请江一玲。在岛上能认识你，挺开心的。我也是。暑假有时间的话，我去横店给你探班。好呀。确定恋爱关系失败，请陈泽林邀请女嘉宾上前。宋慈，我不会拍这个按钮。我之所以提前告诉你，不是觉得你不好，而是不想让你失望。这段时间太短了，不足以了解一个人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交往下去，到那个时候再确定关系也不迟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那录完节目后，我们再继续了解。好。你们看，我下午就说了，全是假的，也就忽悠你们。确定恋爱关系失败，请王浩宇邀请女嘉宾上前。
我邀请李淑妍。很开心能在心动小岛遇见你，希望我们都能拥有更好的未来。这段时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确定恋爱关系失败，请陈志远邀请女嘉宾上前。3分钟表白时间，现在倒计时开始。在京城等我。好。确定恋爱关系成功，接下来请2位走到对方跟前。陈志远，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女朋友了。王八蛋，狗东西，畜生亲1秒是喜欢，3秒是疼爱，10秒就是一生一世，永远不分开。恭喜你们在节目上牵手成功！截止到现在，我们已收到超过100万价值的礼物，节目组将给予你们2人合计104万2千元，作为你们的恋爱资金。一切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直播到此结束。好的，阿姨，我现在就订票。有点贵，算了，以后还要去京城，还是买机票吧，这样也能快点。陈志远，能帮我搬下行李吗？好。你就这么走了？不和他们打个招呼？我9点半的飞机，时间有点紧，待会儿我在群里说吧。祝你一路平安。谢谢。走啊！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打算吃点东西再一起走。你们顺路？我有朋友在魔都，正好暑假没课，就当是旅游了。江宁起了吗？我出来的时候他在洗漱，这会儿应该在收拾行李。那我过去看看。你们要是不急，等我回来一起煮碗面吃。哼。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我帮你一起把行李搬过去，然后吃完早餐，再一起走。你什么时候去京城找我？最快月底吧，我得把我妹妹报志愿的事先弄好。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的。那我跟你发消息，你要回我。好。打电话也要接。好。如果你要来京城，提前跟我说，不要弄什么惊喜。为什么？惊喜只有一小会儿，但你要是提前告诉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开心好几天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们2个呢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我们都回家一趟。我给我妹妹报完志愿后，就去京城找她。你妹妹估分多少？对了，宋慈你是大学老师，这方面你肯定懂。我还没问呢，我现在就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喂，小婉，估了多少分？哥，我跟别人说的是615分左右，我自己估分大概在640分左右。真的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可能今天晚上就到家了。我在录节目的事，你现在可以和爸妈说了。哦，好。暑假快到了，生意又要冷清了。女儿上大学，儿子结婚，都是一大笔开销。舒梅，忙着呢？不忙，超市生意越来越不行了，都想关门出去打工了。你家小婉准备去哪儿读大学啊？看她自己。我家老大的意思是最好去京城或者魔都。别，女孩子读那么好大学没用，最后还不是嫁人。我看在市里读个3本算了。现在已经没有3本了。你儿子现在怎么样？嗨，1个月7、8千。7、8千，1个月能攒几个钱？哎，不行啊，等年底我让我儿子带他出去。不用了，我儿子就会打电脑，其他的也不会。霞姐的儿子根本就不靠谱，可不敢让他把我家小远带坏。
刚给我打电话了，他问我估分，说他正好有个朋友在大学当老师。小婉，你听婶子的，别跑那么远读大学。婶子，我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拿个打火机回家烧火。婶子，这个防风打火机进价1块5，卖2块，你给1块5就行了。1块5？你没听见我刚跟你妈在说你哥的事儿？我哥哥现在可是明星了，不用出去打工了。大明星？什么大明星？妈妈，你看，这是哥哥的短视频，他已经1200万粉丝了。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，今天录完了。小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好好跟妈妈说。妈，这还有外人呢。霞姐，你不是要回去吗？你妹妹很厉害啊，这个分数除了清北，其他大学都能冲一冲。去京城的话，京城航空航天、京城理工，好几个都可以看看。好。宁宁，你偷偷和陈志远说一声，你俩晚一点离岛。一会儿你们先走吧，我来收拾就行。好吧，那我们保持联系。这是你们的恋爱资金，每张卡里都有52万1000元，密码是昨天的年月日，你们可以把昨天当成恋爱纪念日。放你包里啊。都给你就是了。船已经过来了，祝你们幸福。小陈，这边。淑君，你忙吗？我们一起吃顿饭。最近事儿挺多的，过段时间我去京城了，请你吃饭。好，那我们到时候见。小陈，你几点的票啊？3点20。那你待会儿跟我们一起吃完午饭就得去机场了。对了，阿姨，节目给了2张银行卡，你拿着吧。你知道一条商单现在找你报价多少钱吗？58万。我想着，要不用这笔钱买个房子，省得影响到家里人。买房子这点钱可不够，回头我让公司再给你转200万。做事情别光想眼前，也想想以后。喂，你接到人了没有？接到了。你好烦，小陈，跟你叔叔打个招呼。叔叔好。叔叔？谁是你叔叔？那你别喊他叔叔，直接喊他哥。啊，王瑶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小陈，你录节目的事儿，家里人还不知道吗？上午给我妹打电话的时候，让她跟家里人说了。那到家里了，替我给你父母问好。好。阿姨，我饱了，我先去机场了。你坐门口那辆车过去就行，我包了。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到了京城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会尽快去找你的。我走了，拜拜拜。拜。真没出息，又不是以后见不着了。哎呀，妈！爸爸开车去高铁站接你了。140万，不可能！我早就说了，低于180万不卖。我最后让一步，160万，少1分都免谈。叔，
你要卖房子吗？是。我最近正好想买个房子，我这人喜欢安静，自建房挺适合我的。有图片能让我看看吗？我挺着急的，只接受全款。我的底价是160万。没问题。房子本身有些旧，但房子周围依山傍水，田野环绕的。小伙子，你要是自己住，我这房子绝对比小区房住得舒服。建筑面积160多平，但前后2个院子加起来比房子都大。今天不行，我刚从外地回来，我爸在车站接我。这样我们加个联系方式，明天上午10点我去看房子，如果合适，下午就可以去办过户。齐全，房产证、土地证都有。我家老爷子还在房子前面开荒了不少地，种点菜，1年4季都不用买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会准时到。那我们明天见。爸，上车说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先帮小婉报志愿，然后去趟京城。你妈说你在节目里认识的那个姑娘，她家是京城的，条件肯定比我们家好。你妈担心？没那回事，我和她妈妈见过好几面了，她妈妈同意我们交往。对了，爸，我想买个房子，刚才高铁上遇见160万，首付就要60万，行吗？爸，买房子的钱我有，他要求全款，我也打算全款买。你上这个节目还有钱拿？节目组给了我和江宁一笔恋爱资金，每人52万多，他那份也给了我。我唱的那些歌，听说也已经挣了200-300万。儿子，你强过我当年啊！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妈，快洗手吃饭，菜好了。我到家喽，跟女朋友报备一下。我还在飞机上哦。我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大叔卖房子，看看怎么样？环境还可以，但是房子有点旧，要重新装修的。妈妈，你看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偏啊？丫头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德行，看晚上我怎么治。老婆，咱们约法3章，到家之后不准再提陈志远3个字。恐怕不太行。严格来说，我现在是陈之远的老板，小陈。
你疯了！一口一个小陈，他是你什么人啊？还给他注册公司？女婿啊。反正我不可能同意他俩在一起。那你问问你闺女，在你和陈志远中间，她现在会选谁？我吃饱了，先回房间了。喂，猪头。11点了，你快睡觉吧。拜拜。好吧，晚安，猪头。爸呢？在楼下贴暂停营业的牌子呢。怎么还穿着校服？没别的衣服穿吗？有啊。别的女生像你这个年纪，恨不得天天打扮自己。你倒好，高考都考完了，还穿着这身校服。去，换一件。明天带你上街买衣服去。这身不行吗？买几件好看的。来吃水饺啦！账户5421于6月16日7点36分入账款项，金额200万。怎么了？钱到了。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小远，这钱真是你赚的？加上我自己的钱，现在一共有312万。买房花160万，装修预算提到100万，还能剩下52万。爸妈，小婉后面上大学的费用我来负责。超市要是不想开了，就把超市关了吧。不行，超市不能关，要不然你爸没事干。合着你就是不想让我闲着呀？废话，哪有40几岁就退休的？儿子，你妈真不讲理。你们好，先进来看看吧。太旧了，重新翻修要花很多钱。位置也有点偏，买个菜都得开车去。现在市区买栋房子随随便便就要100多万，我这房子老是老了点儿，但你们后期要装修，要不是我急着出国，这个价格我绝对不会卖的。这样吧，你们真心想买，过户费我来付，但160万真的不能再少了。行，那我们去办手续吧。好。猪头，你已经19个小时没有找我了。哇，你今天一天都在忙这个啊？是啊。小陈，房子看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好手续了。那你要找家靠谱的装修公司，别舍不得钱。对了，你要不要进公司群？就是临近致远的群。我进群的话，好像也没什么作用吧？怎么会没用？公司这10几号人现在都靠你养活呢。哦，那麻烦阿姨拉我进去。我有400多万粉丝，我也可以接商单挣钱。死丫头，
家里没钱给你用啊？我可以自己攒着嘛。听说你想摆烂啊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必须每天发一条短视频或者开一场直播。为什么？维持热度。还有每个月必须接2条短视频商单。宁静远是为陈志远服务的，所以爱陶雨儿，对你的老板客气一点。我很客气了，要不然这个时候我已经去江州找他了。我现在退群来得及吗？不是姐妹儿，你谁啊？她是我侄女的一个师妹，也是公司现在的负责人。你按我说的做，保管你1年开上法拉利，2年住上大别墅，3年迎娶清月师姐的表妹。我只能说，会尽量配合。阿姨，我妈喊我吃饭了，我先下去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我们晚上再聊。好。合着你们俩刚才一起在跟那头猪视频？天爷呀，我的家被偷了！喂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到就行，我就开直播跟大家聊聊天。9点以后我还要和某个人视频。月底吧，月底会去京城。等我月底去京城，再把大城小爱录出来，到时候看看要不要再录首新歌。自己选吧，挑几件好看的。哥哥，你看这身可以吗？在干嘛呢？我带我妹妹在外面买衣服。找你当军师，给点参考意见。好啊。衣服可以再大一码，配一条阔腿裤。现在呢 ？OK 的，那个牛仔色的裙子也很好看，让妹妹试一下呗。猪头，再去别的店里看看。2套就够了，不用再买了。没关系的，反正你哥哥买单。那我们先回家了，晚上再聊。好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你哥花的钱有1半都是你未来嫂子的，还不快谢谢你嫂子？不用谢，谢谢嫂子。你把地址给我，我给你寄几个运动相机，以后你出门就带着，然后把素材发过来，我让人给你剪辑 vlog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你个大傻子，不多挣点钱，你以后怎么娶江宁？这跟钱有关系吗？废话，当然有关系，不然人家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你？哦，你个大头鬼啊！你按我说的做就是了。没事，考得好就考得好，考得不好就考得不好。待会儿我来查，你去把准考证拿来给我。你查出来，先别跟我说。646分！爸妈，小王考了646分！好，好，好！妈妈，陈志远的妹妹高考考了646分。是吗？这么厉害，那他是不是马上就要来京城了？我才不问呢。你不是每天都盼着他早点过来吗？
京城，我来了。小王八蛋，你还真敢来！金锤一响，黄金万两；一锤平安，二锤发财，三锤兴旺。到了京城，跟家里报个平安。我知道。妈，我穿这身可以吗？好看的。那小子今天不会上家里来吧？当然会来，他就是来找年年的。这件事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？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吴姐，你今天多买点菜，中午有客人。行。老姜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我去个屁！爸，你待会儿要还这样，我就要生气了。吴姐，你中午不用准备那么多菜，把老家拿来的咸菜摆上桌就行。啊？你上飞机了吗？刚上，我可能要12点半下飞机，我自己打车过去。不用，我和妈妈说好一起去接你的。那好吧。对了，你爸在家吗？我有点怕他。上次在车里视频，你爸对我就没有好脸色。我妈妈说，我爸爸不是讨厌你，换做任何一个男生出现在我身边，他都会是这个态度。懂了。我空着手去你家是不太好。没关系的。空手上门还是不行，我还是在机场这里买点特产带过去吧。好。猪头，这里。喂，陈志远，你到京城了？那你什么时候来公司？再说吧。什么叫再说吧？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。桃子，今天小陈没空，明天吧。明天我让他们去趟公司。好嘞，姑姑。她是我侄女的师妹，沃顿商学院毕业的，挺好强的。她这几天是不是天天催你？是啊，让我直播拍视频，还定了年底2000万粉丝的目标。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她说说。没关系，有个人帮忙也挺好的。阿姨，我带了一些家乡的特产给你和叔叔。叔叔他，你这孩子还带什么特产？真是客气。老姜他就是太宠宁宁了，待会儿他要是发神经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叔叔好。你装什么装？让吴姨把咸菜摆桌上给谁看？吴姨，快点动手吧！以后老姜的话你别听，最近脑子不正常。你尝尝，这个哈密瓜很甜的。赤裸裸的挑衅，这是想挟江宁以令诸侯。抽烟吗？不抽。酒呢？能喝一点。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。什么叫能喝一点？爸。爸什么爸？我问几句话还不行啊？走，我带你去我房间看看。成何体统？这成何体统？女孩子的房间是能随便带男人进去的吗？陈志远！我给你准备好了衣服，刚好我也需要换一下衣服。好。感觉怎么样？很清爽。走吧。你爸是体制里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你信不信待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爸还会给我灌酒？怎么会？
我爸在家从来不喝酒。你待会儿看吧。你做什么？这小子酒量肯定不好，待会儿到了饭桌上直接把他灌醉，让他出洋相，看你们母女俩还喜不喜欢他。他俩不知道在楼上做什么，你上去看看。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。猪头是怎么猜到的？小陈，你坐这儿。饭还没煮好，先陪我喝点酒。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来，叔叔，我敬你。小陈，待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去酒店开间房。家里不是有客房吗？客房都没收拾。死丫头，没看到你爸在和小陈斗发吗？你少说几句吧，别真把你爸气死了。我住酒店就行，方便一点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身边的年轻人，单拎出任何一个都比你小子优秀的多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个屁！也就是我家丫头好骗，才看上你。你说你24、25岁了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。您说的对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……说，我信。你到底喜欢我女儿哪一点？我让她改行不行？她还小，不懂事儿。叔，你这又是闹哪出啊？宁宁，去给你爸泡杯浓茶。爸，你喝口茶。他就是头猪，爸爸是为你好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你看着他，我上楼看看你那个丢人现眼的爸。猪头，又见面喽，艾克陈志远。他喝醉了。我睡多久了？3个多小时了。你爸呢？在楼上呢，喝醉了没你这么老实。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爸今天要让我喝酒。厉害。有没有吃的？中午净喝酒了，连口饭都没吃上。小陈醒了，丫头，那你晚上带小陈去外面吃饭吧，我得留在家里看着你爸。好吧。不准在外面过夜。知道啦。你还会开车？看不起我是吧？我只用了2个星期就拿到了驾照哦。那你比我厉害，我科2还考了2次。怎么有这么多人艾特我？你下午是不是发短视频了？没有啊。你还说没有？怎么样，我是不是拍得很好看？那我也给你拍一张一模一样的。我才不要。之前答应他们来京城开直播，要不晚上找个人少的餐厅，我们播一下。好啊。怎么点这么多？你不是饿吗？待会儿要直播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坐我旁边啊？猪头，你看，好多人进来了。别管他们，我们先吃。你没关送礼物的功能？我不知道在哪关。节目组可以多送点，反正你们有钱。我躺多久了？那头猪呢？他早醒了，人家喝醉了，安安静静的睡，不像某些人抱着闺女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把老脸都丢光了。谁一把鼻涕一把泪？你给我删了！我才不删。那头猪还在楼下。走了。走了好，走了好。
带你闺女一起走的。中午被你灌酒，饭都没吃上，我让你闺女带她出去吃饭了。你真是糊涂啊！姐，陈志远开直播了，和江宁一起，刚开5分钟，直播间就10万加了。是吗？节目都播完1个多星期了，这家伙竟然还这么红，你说为什么呢？反差吧，换做别人有这么多粉丝，早就开始割韭菜了，但他直播连礼物都不收。佳慧，去用工作室的账号去直播间送个礼物，让他帮忙涨一波关注。不是姐们儿，别找存在感了，行不行？你就说我不同意。行，你弄吧。大家给我们工作室点点关注，就是送礼物的这个。我真服了，天天催我，跟我领导一样。早知道当初就不弄这个公司了。我妈不是说你可以不听她的吗？她是你表姐的师妹，沾亲带故的，我哪好意思不配合？大城小爱的正式版3天之内就会发，新歌再看吧。不会，待一段时间就回去了。家里有套房子在装修，等房子装修好了，我也会过去的。我们明天去游乐园吧，你不是说你没去过吗？你还记得这事儿啊？行啊，我都可以。那后天呢？去鹿哥。大后天呢？去故宫看看。大后天呢？大后天我就回去了。我不理你了。别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保证在京城这段时间都听你的。那你明天早上去找我，我要像岛上一样，一出门能看到你。没问题，只要你爸不让我喝酒，我吃什么都行。我爸明天要去单位，中午不回家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爸明天要去单位，中午不回家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干嘛？我打电话请假。你有病吧？他要是待10天半个月呢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照这样下去，这个家马上要姓陈了。江宁，陈志远，我一直在追心动小岛，好喜欢你们，能和你们拍张合照吗？嘘，可以。不行，这顿我请了，说什么都不能让你们付钱。那个，今天就直播到这儿了，明天见吧。京城就是京城，这么晚路上都有这么多人，像我们那儿，这个时候已经很安静了。人少也挺好的。8月中下旬，我会送小婉来京城上大学，到时候房子应该也差不多装好了。如果你爸妈同意，我带你过去看看。好呀。就怕你爸不同意。当爸爸的肯定希望自己女儿嫁给条件好一点的人，你倒好，选了我这么一个没钱没势又没上进心的家伙。不许你这么说自己，你要真是一无是处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呢？因为你是个小笨蛋。你才是。我看下几点了。我操！怎么了？直播没关。你不是关了吗？我直接锁屏了，以为会自动关，还好刚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。我们回去吧。你好，大床房还是双间套？我一个人住，大床房就行。这也太小了，我们去换个商务间吧。不用，反正只是晚上住一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我不急。来的路上，你的手机响了3次，是你爸妈催你回去吧？不是啊。你撒谎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人。哎，你好讨厌。走吧，我送你。我走累了，你背我。上来吧。妈妈，
啊，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之前晚上都不怎么出门。这不陈志远来了吗？我带他去吃了涮肉，老板女儿是他的粉丝，都没收我们钱呢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散了回复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就去酒店了。哇，你好烦！妈妈，我上楼啦，明天早上让吴姨多准备一个人的早餐。陈志远，你真该死！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找江宁。你是去江家？你叫什么？陈志远。稍等，我打个电话。你聋了？没听到有电话吗？你说对了，我聋了。喂，你好，江夫人，门口有个叫陈志远的，说要去家里，我要让他过去吗？他是我家里人，以后直接放他进来就行，不用打电话。好的，夫人。他什么时候成你家里人了？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信不信你今天不让他进来，明天丫头就偷偷跟他去江州了。阿姨来了啊，江宁还没下来，你自己上去看看吧。早啊。早。我去楼下等你。你等一下，你先帮我把头发扎起来，发圈在衣帽间镜子下面的抽屉里，你给我选一个。怎么样，紧不紧？不紧。那我下去了。小陈下来啦，阿姨就会煎个蛋，肯定没你妈做的好吃。怎么会？只有挑食的孩子，哪有不会做饭的妈妈？我真不会。快50岁的人了，还喜欢听这种花言巧语。王瑶啊，王瑶，你长点脑子吧。哟，今天穿粉色啦？丫头好久没穿粉色了，不会是因为我选了那个粉色的发圈吧？我今天中午回家吃饭。你中午不一直在单位吃吗？回家做什么？单位厨师换了，做的菜不合口味。鬼才信！小子，你给我老实一点。王总好。王总好。姑姑早啊。他这是干嘛？我们都没见过，不会让年年误会吧？陈志远，终于见面了哈。江宁，我问你，你给陈志远发消息，他是不是也过很久才回？打电话也很少接。陈志远，你说说吧，你后面到底什么打算？就这么一直摆烂？8月底，我可以在短视频开始全天直播，到时候需要专业的设备和录音棚。哦，继续。商单可以接，但要限制品类，游戏不接。带货的话，公司必须成立质检部门，并建立赔付机制。现在的年轻人生活节奏太快了，我想让生活慢下来。我想种种地、浇浇花、养养小动物。后期流量起来了，可以把我的直播剪成周播综艺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想要的生活。还有，一个人太红不是好事，所以我直播的收入会全部捐出去。如果收益可观，我们能不能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，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？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？不是你问我以后的打算吗？你等等，让我先捋一捋。想要的生活，乡村慢生活加恋爱日常，这家伙居然把问题考虑得这么全面，不随便带货，捐出全部直播收入。难不成他前段时间摆烂是在故意压热度？陈志远啊，陈志远，有点看不懂你了。我觉得这样安排挺好的，能考虑到民生和红线，还能想到把钱捐出去，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陈志远，你还挺有脑子的嘛。你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当然是夸你了。来来来，喝茶。以后我们就是一条战线上的人了。姑姑，一起吃个饭。就在外面吃吧。年年，你下午不是还准备跟小陈去游乐园玩吗？是哦，差点忘了，爸爸说中午要回家。下班回家，都11点55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平时3个人都有4菜1汤，怎么家里多了一头猪，还少了2个菜？老婆，丫头，人都去哪儿了？喂，你们人呢？我们在吃饭啊。你们中午在外面吃？对啊。
吗？平时都在家吃，我今天好不容易回家，你们却在外面吃，合着现在你们3个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我成外人了。这边才刚上菜，你要不要过来？不去。老婆是我老婆，闺女是我闺女，我为啥不去啊？你怎么还在家里？下午不去单位吗？马上2点了。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！50岁的人在这跟谁生闷气呢？还指望我来哄你啊？他俩呢？去游乐场了。你就惯着他们吧，等哪天你闺女被拐跑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那我就跟着一起跑，然后像今天一样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外卖到，节目也好好看。我劝你还是去单位吧。为什么？我怕他俩待会儿亲亲抱抱，你看完接受不了。敢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不想玩这种高空项目了。没想到猪头竟然恐高。好，前面有碰碰车，我们去玩那个。没事，我在。他在想什么呢？为什么有点心疼？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炸酱面吧，想尝尝地道的。我知道有一家好吃，但是过去要半个小时。没事，时间还早。你把直播关了吧，我要手机导航。你用我手机导航？举一下午了，不累啊？他们让我不要关。听他们的干嘛？你们好，请问你们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吗？我是七星娱乐的工作人员，觉得你们条件很好，有没有兴趣进演艺圈发展？谢谢，我们没有想法。美女，你的形象很适合做演员，我们公司和很多大导演都有合作，你要不考虑考虑？我不是说了我们没想法吗？我知道她是你女朋友，但这种事儿你能让她自己做主？她的事我能做主。我是真觉得你女朋友挺上镜的，如果走演员这条路，说不定能成为第2个葛薇薇。美女，你考虑一下，这种机会可不多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听他的。你要为自己考虑啊。你们公司最红的艺人是谁？蒋云胜，锦衣的男二，全网粉丝1000万。这是我没错吧？可以让我们安静的吃碗面了吗？什么叫他的事我能做主？你他妈谁呀？这话应该我来说。谢了桃子。不是，你喊我什么？桃是你叫的吗？我比你年纪大。那桃子姐这么喊你没问题吧？听上去像村姑的外号，你是真狗啊！桃子姐姐，她现在要开车了，不方便回消息。帮我打他一下，男人不打，上房揭瓦。我就不上去了，明天上午再过来。那你开车去酒店吧，我家不只有这一辆车，那也是我家的买菜车。行，那我开车回去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小陈呢？他回酒店了，明天我们要去录音棚。那小子到底准备在京城待多久？爸爸，你这2天表现很不好哦。
丫头，你到底喜欢他哪一点啊？那你喜欢妈妈哪一点？我好好回答。年轻那会儿不是你追我的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谁追的谁？等，轻点，我追的你。请。石老师你好，这是江林和陈之远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石磊老师，业内顶级的音乐制作人。石老师好。你好，我听过你的歌，你很有天赋。大城小爱的伴奏我做好了，你先进棚里听听看。麻烦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那我们直接开始。江玲，你可以把直播打开。这声音几乎不用怎么修，本以为节目组给他修过音，没想到是真的有天赋。10点20了，正式版的大城小爱制作算是完成。没问题，直接发吧。今天的时间我包了1天，这才1个半小时就结束了。石老师，我还想录一首新歌。新歌？是的。行，你去录吧，我帮你调设备。楼下可以看电影、健身、打球。丫头，你带小陈去楼下看看。好。谢谢阿姨。这些书法不会是你爸写的吧？不是，都是请别的爷爷写的。我爸写的字都在书房挂着，他不好意思挂起来。对了，你要看电影吗？要不打会儿球吧？好呀。宁宁呢？跟小陈在楼下打乒乓球呢。我下去看看。我拿2瓶水干嘛？谢谢叔叔。爸爸，我累了，你和猪头打会儿吧。我才发球。打球还是打我呢？叔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叔，你喝的好像是我的水。你不早说！之前经常打球？没，已经很久没打了。跟叔叔比还是差不少的。拍马屁对我可没用。喂，陈狗，到点了，新歌我让人拉了，你直接发就是了。跟你说一声嘛，上午的大城小爱已经飙升榜第1了，我估计你这首新歌也会火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在吃饭，先这样。歌名叫什么来着？我一下子忘记了。陈志远，你个畜生！你什么时候又亲我女儿了？叔叔阿姨，我吃饱了，那我先回酒店了，全是汗，我得回去洗个澡。小陈，你开车慢点啊。好的，阿姨。这样下去，早晚要出事。又发什么神经？他俩发展太快了，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可能我们就要当外公外婆了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什么叫你已经做好准备了？我还没准备好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。哦，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呗，有本事你跟丫头说去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头猪，跟他说有什么用？你知道就好。你就不能站在我这一边吗？不能，我挺看好人家小陈的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个角楼好漂亮啊！怎么跟他说我要回去的事呢？喂，好。谁呀？老魏，还不是之前那件事儿，已经到小区门口了，我们下去吧。你直接拒绝不就行了吗？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同学，算了，看看能不能应付过去吧。小陈，你们今天不出去吧？那你们就在楼上待着，看看书，写写字。看来是上门求办事的，这都快饭点了，要不要下去帮叔叔解个围呢？楼下的人还没走，这都快12点了。唉，没有那么快的，10有8九会赖在家里吃饭。我爸不好直接拒绝，只会跟他们打太极。遇到这种脸皮厚的，我爸妈也头疼。我猜到了，平时这个点吴姨肯定做饭了，今天厨房没动静，应该是你妈提前打了招呼。也不知道他们几点走。要不我
我下去帮你爸解个围。怎么解围？嘘，叫。你等着，我先下去，你5分钟后再下去。叔叔阿姨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出发？出发去哪儿？阿姨，这2位是……这位是你叔叔的同学，你也要叫叔叔。这是我家丫头的男朋友，第一次上门，我们约好了今天中午一起去外面吃饭。哦，小陈，你跟餐厅打个电话，就说家里有客人，能不能晚一点过去？你好，我姓陈，中午预约了位置。是这样，我们能不能晚半个小时过去？我马上下去。对，麻烦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老姜，那件事你多帮忙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叔，你去换身衣服吧，我替你送叔叔阿姨。这小子有点眼力劲儿啊。小帅哥，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你和江宁是怎么认识的？他们就是普通人，我们是旅游的时候认识的。这样啊。普通人？他们家闺女会找个普通人？这你也信？我估计他父母多半是不方便说的身份。我是不是多此一举了？没有，你做得很好。要不是你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。我主要是看都快到饭点了。行吧，那演戏演到底，我们今天中午就出去吃。我想去那家私厨。你不是说吃腻了吗？他还没去过。行吧，走啊，老姜。你还坐在这儿干嘛？你是把人弄走了，但他们也知道你是我女儿的男朋友了。这件事传出去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小子肯定是故意的。小陈，你来开车。老姜，你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我在家的地位又下降了，之前是丫头老婆的我，现在是丫头老婆猪我。靠，我把她算进来干嘛？感觉吃撑了。你先休息会儿。聂老约我钓鱼。晚上6点前不回来，就不用等我吃饭了。好，那你开车慢点儿。别玩手机了，我们去游泳吧。小区会所的泳池昨天刚换了水。好啊。阿姨，我没有泳裤。你叔叔有没穿过的？你俩身材差不多，应该能穿。你不介意吧？怎么会？你等着，我上去给你找。游泳硬，今天不直播。下来比比谁游得快。比就比，我数3、2、1，开始。3、2，开始！你耍赖，你没喊1。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后天得回家一趟，处理点事，我还会再过来的。小陈在京城待了快10天了，家里还有父母和妹妹，你还能不让他回去啊？我才没有。等小陈把房子装好了，我会带你过去一趟。小陈，到时候可要留个房间给我们。那肯定。我要住3楼。可以。我记得3楼是主卧吧？对，我们的房子，你想住几楼就住几楼。我们的房子。小陈明天回去，票都买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要走了。你闺女可舍不得他走，我答应她8月底带她去一趟江州。去江州做什么？京城待得好好的。这你可管不住，要么我带闺女去，要么你闺女自己一个人去，你选一个。我选个屁！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，反正那头猪明天就走了，眼不见为净。明天就要走了，总得给叔叔阿姨再补上些礼物。叔叔喜欢写字，毛笔最合适。就要这2支吧。给你爸的礼物搞定了，你妈要买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妈好像什么都不缺。要不买束花吧？对哦。要一大束粉色的康乃馨。昨天下午游泳饿着了，小陈昨晚吃了2碗饭呢。那姑爷饭量还挺大的。姑爷了？姑爷？谁让你喊他姑？怎么还买了花？爸，这是猪头给你买的。就买了。确实很好看。什么东西？你快打开。花了多少钱？6000多。你很有钱吗？买这么贵的东西做什么？不要拉倒，我们自己留着。江宁他花了很长时间挑的，说是您会喜欢。还是我闺女有眼光。你开灯做什么？
你说那小子送2支毛笔给我做什么？你有病吧？还睡不睡了？他该不会是在阴阳我2婢吧？神经病，给我关灯！明天我得问问丫头，这毛笔到底是她选的还是那头猪选的？老婆，我上班去了。去吧。爸爸之前好像说过，印章越多越值钱。快把行李箱打开。你手里拿着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房子装修好可以找我爸要几幅字挂上吗？我给你选了几幅。啊，你爸知道吗？没关系了，你快打开。看这样，应该是叔叔自己写的。好了，拉上吧。到了江州给我发消息，记得你答应我的话。放心。那你进去吧。那我走了。阿姨，我先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喂，那个猪走了没有？走了。好。也不提前说一声，都没准备鞭炮。别折腾了，免得激放邻居议论。大山兄，你儿子下面好多人。哎，小地方买辆30万的车，就足够招来很多人的注意了。他们嘴上说着好话，心里大抵不会这么想。哎，还是低调点好。感觉功力大涨。怎么少了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动我书房里的书法收藏了？那我收藏的书法怎么少了几卷？是不是你拿了？我拿给陈志远了。你呀，那些可是你爸的宝贝。别找了。你到底动没动？我没动，是你女儿动了。丫头拿哪儿去了？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。她是我闺女，我能生什么气？她拿给小陈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她拿给小陈了。什么？小陈可能顺口提了一句，想找你要几幅字挂信家，然后你女儿就……家真被偷了，小偷还是自己的闺女，天塌了！我现在给小陈打电话，你别小陈，今天你走之前……喂，阿姨。江林是不是给了你几卷书法作品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那几幅书法都是你叔叔收藏了很久的，你下次来京城的时候带回来，我给你换几幅。收藏的，不是叔叔自己写的字吗？不是，都是书法大师写的，其中有幅差不多的作品在拍卖会拍出过60万。60万？阿姨，那我把它放好，下次一定带回去。你给我保护好了，要是磕了碰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家门。行了，别哭丧着脸了，小陈都答应下次给你带回来了。肯定是那头猪唆使的。叔叔，画在这儿，你看看。还好没事。师傅，这个放在这里。师傅，这个再往这边挪一点。谢谢师傅，辛苦了。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大1、大2不准谈恋爱，怎么着也要等到大3。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每个月我给你打2000生活费，必须当月花完。18岁到22岁是人生最美好的4年，你要多去看看，别把时间浪费在不该浪费的地方。哥哥，我觉得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不好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不要掐我脸啊！你哥我是天生丽质，哪像你这个丑丫头。
嫂子好，你好呀，先上车去我家吃饭，然后再送小婉去学校。你妈的意思？放心啦，我爸在单位，家里就我和我妈。都怪你上次非把那么贵重的书法塞我行李箱，你爸现在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杀气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反正每次跟你爸待在一起，我都瘆得慌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吧。还一山不容二虎呢，你明明就是猪。应该4点前能弄好。那你弄好之后过来一趟，傍晚我们一家要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不瞒你了，是江宁的外公外婆想见你。前几天清月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你外婆就给我打电话了。老人家信佛，对小辈都很好，不会刁难你的，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。见外公外婆，这阵仗比见他爸还紧张。我记住了。胜败吉兆，问过了，瑶瑶比我们的事儿能成，50岁就有机会抱外孙了。瑶瑶晚上就过来了，听话，先把饭吃完。你宿舍在3楼，一个人能上去吗？不能。行吧，我送你进宿舍。那你有事跟我打电话，我先走了。小婉，刚才那个人是你哥哥吗？好帅啊！我怎么觉得你哥哥有点眼熟呢？哪有，他就是大众脸而已。我跟你们说，在咱学校食堂。真的呀？哎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吗？可以。行。回来了，你先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待会儿带小陈去见爸妈。行，终于要带这头猪去见老丈人了。当年我都被百般刁难，这小子肯定不被同意。小陈啊，你妹妹学的什么专业啊？这老姜是觉得我爸妈肯定看不上小陈，搁这提前想好怎么补偿人家呢。清月打电话催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就让你小子最后再签一次吧。姑姑好。爸，瑶瑶来了，妈，外婆，外婆好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哪儿好了？他就是头猪啊！老东西，年丫头带男朋友来看你了。叫什么？外公，我叫陈之远。哪里人啊？江州人。小辉、小月，你们知道外公祖籍是哪里的吗？江省。我们是一家人呐。不对呀，怎么和我当年不一样？怎么就成一家人了？书呆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带孩子过来看看您吗？丫头，过来让外公看看。小子，会不会下象棋？会。孩子，陪外公杀几盘。好啊。外公不欺负你，让你一个马。不了，外公，还是我让你一个马吧。好小子，那就都别让了，你先。外公您先，我下错了，我悔一步。不能悔棋。外公，你刚才不也悔了一步吗？丫头，外公有悔过棋吗？没有啊。小子，你和林丫头坐在我身边。我当初比这小子优秀多了，凭什么对我这么苛刻，对孙女婿这么宽容？不公平。小陈，你家里有几口人啊？我还有个妹妹，今天刚送她去大学报到。以后在京城要常来家里坐坐。一定。这洗碗机怎么回事？妈，给你买的洗碗机你怎么不用啊？年纪大了，转天就忘了。可以在功能键上贴上数字，先按1，再按2，这样就不会忘了。是哈，老姜，你去找标签纸和胶布来。妈，
你过来摁一遍。妈，下次来你要是还自己洗碗，我就不让你外孙女和小陈来看你了。你个死丫头，还威胁起我来了，乖孩子。爸今天怎么突然清醒了？精神头挺好的。不知道，希望以后也能每天都清醒这么一小会儿。是啊，这都是小陈的功劳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跟爸爸你有关系啊？小陈，你有在酒店开房吗？没呢，待会儿叔叔把我放在酒店门口就行。不用，我让吴姐把2楼的客房整理出来了。你今天晚上就在家里睡吧。这方便吗？哪有酒店方便？还是让他去住酒店吧。酒店方便，你怎么不去住？就这么定了，这事我说的算。去前面开车。想不通，我就是想不通，老爷子和丈母娘怎么就对那头猪那么好？这下好了，他们都没意见，那头猪以后更加有恃无恐了。我辛辛苦苦养大的白菜呀，老天爷，快下道雷，劈死那头猪吧！小婉，在学校住还习惯吗？哥，都挺好的。你在房间里做什么呢？我在门口站了那么久。再跟小婉打电话，问问学校的情况。心情太好了，睡不着。外公外婆都认可他了，连爸爸最后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认可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睡不着。我外公对我爸可凶了，听说是我妈生我的时候差点不行了，外公外婆把责任都推到我爸身上，所以一直对他没好脸色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不是说好了房子装修好你跟我一起过去吗？生活用品我都准备好了。我改主意了，不去了。不去是吧？信不信我明天找根绳子把你绑回去？你来吧，你绑一个我看看。别挠了。去不去？不去。再问你一遍，去不去？去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怎么了？抽筋了，小腿。你坐好，把腿绷直。都怪你。好吧，怪我啊，我给你揉揉行吗？那你快点儿。美女，我这边揉腿不收费，捏脚99，咱老婆本嘛。你女朋友长得好看吗？跟你差不多。她是哪里人啊？京城的。脾气好不好？挺憨的。你才憨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在一个综艺节目上。你说的女朋友不会就是我吧？还真被你说对了。你个大傻子，我上楼睡觉去了。你还没给钱呢。两清喽。楼梯灯怎么亮着？叔叔早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这2天就回去了。老婆，我今天中午不回来吃饭了。小陈，你那房子是不是可以进去住了？我已经住了1晚了。
那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吗？你看看今天的飞机能赶上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过去。啊？不要跟叔叔说一声吗？不用，到了那边再给他打电话。我出去玩都是先斩后奏的。那我上楼收拾行李喽。总感觉心里不踏实。叔叔，我和阿姨还有江玲一起去江州玩几天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陈志远。搞什么啊？还神神秘秘的。当当当当，跟我在京城的房间一模一样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种回家的感觉？好啦，等我换个衣服，待会儿一起下去吃饭。吴姐，那个小陈走了吗？走了，他回家了。是吗？夫人和小宁也跟他一起走了，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是吗？不过姑爷好像给你留了张纸条，就在餐桌上。你说什么？叔叔，我和阿姨还有江玲一起去江州玩几天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老登，你老婆和闺女我带走了，拜拜了您内。陈志远，你个畜生！喂，王瑶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真去江州了？老公，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伙食怎么样？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过几天吧，这边环境还挺好的，依山傍水，特别清静。有你这样的吗？说走就走都不提前打个招呼。那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没事，我们先吃饭了。你这是在那个猪的家里？对了，给你看个好玩的。你看，不仅卧室一模一样，就连沐浴露、洗发水、牙膏、牙刷都是一个牌子的。你闺女下午都感动得哭鼻子了。也就能哄哄你们。你这人自己不懂浪漫，还不允许别人搞浪漫，活该你讨人嫌。我下去吃饭了。告诉大家一个大瓜，陈志远和江宁好像已经同居了。我也是刚看到他们朋友圈，没经过同意，我也不好给你们看照片。你盯着他们点儿。我昨天晚上看到你闺女从那头猪的房间里出来。放心吧，我和闺女住一起。我放心个屁！你给我早点把丫头带回来。阿姨早。早，我还以为你没起呢。我去买了些早餐。江玲起了吗？我起了哟。我刚才接到陶雨儿电话，上午就有人过来安装直播设备，楼上不会装，主要就是拍些素材。下午我打算把后院的菜地都种上菜，菜苗我都买好了，可以种菠菜、白菜、生菜这些。走去看看。真不错，10多台高清摄像机直接连接云服务器，公司那边可以直接下载素材。什么时候直播？下午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他住3楼，我住2楼，没有睡在一个房间，你们别误会。家里还有其他人，你们想什么呢？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我和江宁的新家。今天下午，我的任务就是在后院把菜给种上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帮我们拿着手机，我要和猪头一起种菜，好吧？什么叫妈妈是单身吗？我还没死呢。